他們叫我和你們心裏都快活，這樣的人你們務要敬重。哥林多前書16章18節。希臘文快活係被重振或者係得到休息嘅意思。如果要更加準確咁解釋保羅想要表達嘅，就要知道呢個字嘅希伯來文，佢嘅含義係為別人繁忙生活中嘅安息。佢哋總係喺你奮鬥同埋喘息嘅時候出現，適時咁給予鼓勵同支持。每一個人都可以成為別人嘅快活。被重振係停下休息嘅組合。換一句話講，呢啲人會挪去你心中嘅擔子，使你能夠休息。佢唔係勸你唔好太努力，或者係命令你停止工作，而係喺你有需要嘅時候過嚟幫助你。前置詞喺度強調安息係發生喺你正在努力之時。因為有咗佢哋嘅陪伴，你可以喘一口氣，起身繼續奔跑。佢哋唔係只係喺一邊嗌加油，而係實際嘅付諸行動。更重要嘅係，希伯來字嘅安息係指從神而嚟，係神及時差派人嚟幫助你，同你並肩作戰。同樣，如果你想成為別人嘅快活，就要隨時做好準備，敏銳聖靈嘅引導，等候差派。因為神的國不在乎吃喝，只在乎公義、和平，並聖靈中的喜樂。羅馬書14章17節。呢個世界好似跑步機，而企喺跑步機上面嘅你，需要一直跑，一直追，唔可以停落嚟。地上嘅世界俾你嘅係奔波勞碌、全速衝刺，必須要得到。但係神嘅國就截然不同。從呢一節嘅經文當中，可以睇到神要俾你嘅係美好、穩定、不慌不忙。公義、和平、喜樂，你要記得，你唔需要努力賺取，因為佢哋係神所賜下嘅禮物，並且將會傳到永遠。公義係讓你從罪疚感當中得到釋放，重新同造物主建立美好嘅關係。和平係神塗抹我哋嘅敗壞，等我哋得以享受與佢之間嘅和平。同時亦都流淌到其他人際關係上面。喜樂就係隨從聖靈生活行動所自然產生嘅結果。神喜悅我哋，從世界嘅跑步機落嚟啦。只有神嘅國先至能夠真正滿足你心靈深處嘅渴望。